14-р хичээл дэвсгэр үсэг. 第14课音节末辅音。蒙古语音节末辅音有音节末软辅音、音节末硬辅音和音节末元音辅音三种，每一种辅音都有词中形和词尾形。音节末软辅音 n、音节末硬辅音 ıb、ag、ыг、ır、ıs、ıd。音节末元音辅音 i、u、i。音节末软辅音 n 的词中形 хүнд、重、 унтах、 睡觉。 энд、 这里 мэнд、 平安。音节末软辅音 n 的词尾形 ажилчин、 工人、 гүн、 身、 хүн、 人、 он、 年。2. 音节末软辅音 n 的词中形 ундаан、 饮料、 нингэн、 薄的、 дамнуур、 扁担、 амт、 味道。音节末软辅音 n 的词尾形 удам、 血统、 дүгм、 简单、 тохом、 马鞍店、 нам、 党。音节末软辅音 n 的词中形 илч、 热气、 салах、 分开、 малтах、 挖掘、 алт、 金子。音节末软辅音 n 的词尾形 хичээл、 课程、 монгол、 蒙古、 гал、 火、 мал、 牲畜。4. 音节末软辅音 n 的词中形 신근、 西、 창가、 紧、 명가、 铅、 흥근、 轻。音节末软辅音 n 的词尾形 앙、 裂痕、 저рл응、 厕所、 두릉、 满、 보통、 坛子。5. 音节末硬辅音 ıb 的词中形 합동、 稳重、 흡득、 躺下、 합트가、 扁平的、 아우ха、 拿。音节末硬辅音 ıb 的词尾形 에브、 和谐、 라바、 肯定、 토두브、 盖帽、 엘두브、 各种各样。6. 音节末硬辅音 ag、ыг 的词中形 아흐트、 骏马、 우크、 给、 박시、 老师、 으흐치、 垂直。音节末硬辅音 ag、ыг 的词尾形 조드가、 协帮、 저르가、 意志、 비치가、 书本、 은추가、 脚。7. 音节末硬辅音 的词中形 소르하、 学习、 얼흐하、 落下、 마르타하、 忘记、 irhum、 尊贵。7. 音节末硬辅音 的词尾形 바트라、
英雄， 이르, 刀刃， 어치르, 事由， 맡아라, 鳄鱼。8. 音节末音辅音 s 的词中形， 으스흐, 生长， 터스흥, 村庄， 니스힐, 飞机， 다스흐, 熟悉。音节末音辅音 s 的词尾形， 오스, 国家， 하스, 玉， 에치스, 最终， 터그스, 完备的。9. 音节末音辅音 ed 的词中形， 우일드흐, 制作， 무드, 一会儿， 야트흐, 劝说， 차드흐, 吃饱。音节末音辅音 ed 的词尾形， 저치드, 客人们， 투우드, 藏族， 거거드, 韭菜， 버스드, 其他。10. 音节末元音辅音一的词中形， 생, 好， 후이튼, 冷。 냄, 8. 맑아드, 自然。音节末元音辅音一的词尾形， 가즈가, 歪的， 한치, 袖口， 무리, 弯的。 森林。11. 音节末元音辅音 o 的词中形， 더러, 下边， 모르, 猫， 오즈, 坎肩， 허스, 双。音节末元音辅音 o 的词尾形， 후주, 脖子， 포, 枪， 따로, 谦虚， 해추, 厉害。